大家好啊！環球投資者咧對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嘅需求日益增加。我哋見得到喺22年到24年之間，美股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嘅規模啦，足足升咗46倍。而每一年嘅資金流入量方面咧，亦都提升咗26倍。咁所以我哋已經見到進入一個爆炸性嘅時間點。而我哋 CSOP 南方東英資產管理公司作為全港最大槓反產品發行商之一啦，我哋亦都率先喺2025年3月24號啦推出咗亞洲首批9隻個股槓桿反向產品出市場。而底層方面，我哋追蹤咗5隻嘅美股個股，包括咗 Tesla、Nvidia 嘅科技企業，亦都包括咗咧同 Crypto 相關嘅 Coinbase 同埋 Strategy 嘅。咁亦都包括咗價值投資為主導嘅巴郡嘅 B 股啦。咁我哋亦都有相關嘅產品。而 Ticker 方面亦都非常之易記啊！如果大家見到77開頭嘅話咧，就係2倍個股睇好嘅工具；而73開頭嘅話咧，就係2倍個股睇淡嘅工具啊。咁而股份方面咧，要點樣去做一啲分門別類咧，亦都非常之簡單。大家只要留意 Ticker 尾數最後2個 number， 如果見到6688嘅話咧，就係同科技企業相關啦。咁66咧就係追蹤住 Tesla 啦，88咧就係 Nvidia。當大家見到尾數如果係1199嘅話咧，呢一批咧就係同 Crypto 相關一啲虛擬資產相關嘅工具啦。如果11嘅話咧，就係追蹤住 Coinbase，99咧就係 Strategy 嘅。而價值投資嘅巴郡嘅股份2倍睇好嘅工具咧嘅 number 就係4個7。咁啊 Ticker 方面亦都非常之易記嘅。咁而呢一批產品咧，除咗可以幫到投資者做資產配置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俾到投資者喺亞洲交易時段所公布嘅新聞、財務數據、財務報表、經濟數據而進行交易嘅。換句説話講，投資者可以喺美股開盤之前做到一啲提前部署，甚至做一啲策略性嘅操作嘅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